针对南北两党提案要动电钱起价，有真侪款团今仔日就去立法院外口发声，呼吁电钱就应该爱合理，袂当就安尼照顾工业用电大户。而且电钱若起价起伤少，对推动净零转型嘛正不利。反对动转工业电价。发出声声反对无要起电费钱，捍卫全民健康。因为立法院南北党团拢提限，建请立法院决议卖起电价，并且严定以态。款团认为经济部用1000亿扣的税补贴台电去年了钱，因讲是变相维持工业用电的补贴。大家可以想象，你的电价成本将近4块钱，但是你的售电的一度电才1.97块，是非常不合理的。我们这样子在补贴这个高污染的产业，这是我们觉得很不合理的哈。蓝白绿，坦白讲，都是在使用人民的电价，让这个工业电价没有调整，十足的调整。款团分析，目前电价比台电的发电成本较低，亲像台电公告的平均发购电成本，2022年度一度电是3.39块，2023年度是将近4.17块，就算今年1月一度电也超过4块。按过去年工业用电上架金额，加压是一度1.58块，高压是一度1.75块，真不合理。也应该要把发电所带来的环境跟生态跟健康的成本都把它计入里面，就让工业用电，如果你要用很多的电，你就应该要付出应有的成本，而不是用全民来补贴，来危害我们的社会、我们的健康跟我们人民的生命。这实在是一个非常不公义的内部成本外部化。款团表示，若电价起幅度伤过低，也对产业的加速净零转型不利，卖起反倒对全民健康是威胁。呼吁南北唔通靠电价合理化调整的解决之路倒退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